盡地雷，我卻叫我不要氣餒，逃避是有罪。其實沒有必要出手，現實事物不需看得太重太清楚，懶得管頁數與因果。其實我喜歡送死，喜歡去犧牲。如沒法放大未來，不算是勇敢。人類在大世界，太多不友善心態，潛伏了野心1100億噸，也不夠大。就算渺小，亦會懂得面對共識太多的世界。我最喜歡走出街，沒有辦法安慰情緒，日日夜夜踩進地雷，我卻叫我不要氣餒，逃避是有罪。其實我喜歡送死，喜歡去犧牲。